箴言和合本第19章1至29節，行為純正的貧窮人勝過乖謬愚妄的富足人。心無知識的，乃為不善；腳步急快的，難免犯罪。人的愚昧傾敗他的道，他的心也抱怨耶和華。財物使朋友增多，但窮人朋友遠離。作假見證的，必不免受罰；吐出謊言的，終不能逃脫。好施散的，有多人求他的恩情；愛送禮的，人都為他的朋友。貧窮人弟兄都恨他，何況他的朋友更遠離他。他用言語追隨，他們卻走了。得着智慧的，愛惜生命；保守聰明的，必得好處。作假見證的，不免受罰；吐出謊言的，也必滅亡。愚昧人宴樂度日是不合宜的，何況僕人管轄王子呢？人有見識就不輕易發怒，寬恕人的過失便是自己的榮耀。王的憤怒好像獅子吼叫，他的恩典卻如草上的甘露。愚昧的兒子是父親的禍患，妻子的爭吵如雨連連滴漏。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，唯有賢惠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。懶惰使人沉睡，懈怠的人必受饑餓；謹守誡命的，保存生命；輕忽己路的，必致死亡。憐憫貧窮的，就是借給耶和華，他的善行，耶和華必償還。趁有指望，管教你的兒子，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。暴怒的人必受刑罰，你若救他，必須再救。你要聽勸教，受訓誨，使你終久有智慧。人心多有計謀，唯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。施行仁慈的，令人愛慕；窮人強如說謊言的。敬畏耶和華的得着生命，他必恆久知足，不遭禍患。懶惰人放手在盤子裏，就是向口撤回，他也不肯。鞭打褻慢人，愚蒙人必長見識；責備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識。虐待父親、攆出母親的，是貽羞致辱之子。我兒，不可聽了教訓而又偏離知識的言語。匪徒作見證戲笑公平，惡人的口吞下罪孽。